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主题是花卉产业纾困啦吼，要讲的吼，就是咱这个火鹤花吼。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2、3。这支叫做爱神丘比特，这是荷兰的品种。我们跟它买苗，一株要65块。哦，适合我们台湾环境生长的。对，降低进口成本。对，我们一株要65块。徛伫六家百丰农场，亲手来加下咱台南的火鹤花。五月市长4月11號行程，上午是先来关心火鹤花这个产业，亲自来听业者的心声，了解因伫新冠肺炎的打击下，面对了什么款的困难。万一阮这个日本市若走袂出去的时阵，毋是走袂出去，而是人若花店关门，没有销售管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困境，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是阮未来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台南是火鹤的最大生产地之一。那么现在的日本的市场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运费大为提高，所以我们希望说，补助运费能够抢占保留这个市场的市占的比率，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我们也希望跟协会的充分配合，能够稳住国内市场，抢占国外市场，而且降低运费冲击，能够希望说整体的因新冠肺炎所对火鹤产业所带来的冲击能够降到最低。如果讲伫咧市场运费顶头来帮忙回笼，黄伟特也希望会当来改变消费者的习惯，伫咧母亲节的时阵，改送火鹤花给妈妈。咱这个花瓣吼，嘿，拢来，啊，这个，咱饲到足巧的，你看。这个伸出来。新妇左脚拢真巧，我教一遍就会晓。嘿，安尼家己的扭落来。好，全部弄进去。对，来。这样子就好。对，这样子就好了。咱的母亲节打底咧到啊，咱的火鹤花是一个足好的代表性，就是伊的形是爱心，就是有热心，你有送妈妈一颗心，再来它是没有花粉。没有污染，它是没有香味，很干净的一朵花，就是干干净净的一颗心，送最诚挚的一颗心送给妈妈。我们也希望说改变消费者习惯，譬如说5月份的这个母亲节往往每年都是康乃馨很大的市场，康乃馨有一部分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推动火鹤，因为火鹤第一个鲜红，然后讨喜，第二个台语叫做火鹤，就是火鹤。也希望我们的妈妈、我们的长辈拢会当好好。总共一句，如何降低新冠肺炎的冲击，帮助农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是黄伟特现主时赶紧要来做的代志。这一盆花里面设计的就是结合凤梨，因为咱的旺来是旺来，大家好旺搁好好。那么因为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的这个疫情影响啦当然冲击到咱的经济，嘛冲击到啦咱农产品啦像今仔咱要讲的是有关这花卉市场进前伫咧3月份，咱知影咱台湾咱台南的每一档伫这个3月份拢会办这个兰花展咱的兰花展嘛，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哇，受到足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咱外销的这个部分每一档拢有上亿的这个销售了今年好像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咱市政府的这个部分呢，因得真积极要帮助这个回笼，看会当抢救这个咱花卉市场的这个商机啦那么今嘛因为是拄好5月份母亲节咱市长呢伊特别去想着讲这个母亲节来送这个火鹤花，过去咱拢送迄个母亲节拢送迄个康乃馨嘛咱今嘛市长伊讲咱改变一个咱台南家己生产的这个火鹤尤其咱台湾人个做爱迄个谐音火鹤，这市长好的啦好像很不错的一个名字啦那么呢，帮助咱这的农民把咱的这个火鹤花看会当甲销售好无？搁有咱一寡这农民因的这个纾困的这个方案伫今仔咱的这个节目当中。
咱搁再一次来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吼，咱农业局局长，咱谢耀清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吼，咱伫即部分咱市政府要安怎甲咱的即个农民甲斗相共。局长你好。主持人圆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咱吼讲到这纾困方案，当然啦，咱市政府对着各族群啦吼，伫社会局啦吼，像最近啊吼，咱对着这经济弱势吼，咱嘛有一寡这个纾困项啊。我昨看到这个新闻我市长赶紧的吼抛10万块，10万块去区公所吼，因为听讲区公所有人是因为吼这。纾困吼，有的人条件吼，即个门槛有当时较歹过啊，是安怎吼？咱市长吼，想讲摕现金去吼，那有通过赶紧的，互因赶紧，因为有的人吼，说实在的，这1万块对他们吼，真的是不无小补啦吼，是一个足大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支柱啦吼。那么伫咱各部分吼，比如讲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花卉嘛吼，咱农业局的这个部分咯，对着吼，这花卉市场，咱到底吼应用偌大哈？是咱这个有新冠病毒肺炎的影响吼，造成咱一寡农产品吼的出口受阻嘛吼，因为咱就近大陆啦、日本啦吼，拢是咱比较农产品比较输出的一些国家吼。往来部分咱从按3月开始采收到进的，大概采收70%啊。虽然嘛有真济吼，本来外销的吼，咱个。有咱迄个黄市长的带动之下呢，办真侪促销活动，拢互伊平顺吼。最近往来价钱嘛真稳定，农民拢趁钱吼。另外即个第二受影响的可能就是花卉，因为咱即个鱼的部分哦，只是当咧放养尔嘛吼，所以是花卉的部分。花卉呢，大概以火候来讲啦吼，以火候咱台南市大概有种53公顷，大概拢分布伫这6甲区加迄个官店、下营顶种遮的区域吼。溪北迄边。溪北迄边吼，大概53公顷，其中的产量呢，大概是占全国的32.5%。所以讲咱市面上看到这火候呢，3期到1期咱台南市。所生产的这火候，其中这火候的市场呢，大概以销到外国的比例呢占70%。咱台南呢内销的部分只有30%吼。所以这个武汉肺炎影响吼，一寡国家比如咱火候移销日本、美国，搁一澳洲。这种足严重的。都在国家足严重吼，包括这澳洲呢，伊嘛甲这非民生必需品呢嘛禁止出口，所以等于完全是归到零嘛吼。日本的时阵，伊嘛有做一寡紧急防疫措施，造成呢，包括咱这个飞机的这运费拢提悬，造成这成本提高，因市场的消费量降低，搁这成本增加吼，所以造成咱这个火候花农哦，真辛苦，真辛苦是。所以咱市长呢，伊看到这个情形呢，就赶紧讲配合着咱这个母亲节啦，嘛指示吼，真侪局性呢，包括教育局迄个文化局、观光局，搁有这个民政局呢，拢来配合做这荷花的这促销活动。所以讲增加其他的这个销售的管道啦，通路啦，对，扩大我们内需的市场。因为他说你讲的这个国家拢无法度入去啊嘛，这火候啦销袂出去的话，对着农民的这个生活，因的这个负担会足重嘛吼。而且这花阁袂囥进来。对。这花有一个期间啦，你这个期间若无卖出去，囥咧。别当个卖啊！是。所以对于这个农民，因的这个影响就大啊！影响真大，是。那么咱目前啊就是讲拄着的困境，除了讲外销较困难，咱有这个算讲市长有想讲要甲咱的这农民加通路嘛吼。咱加通路拢好像伫咱市政府家，这个局斗相共，迄个局斗相共，这个局斗相共，就是通力合作啦吼。那么是不是吼？咱局长嘛，甲咱分享一下。是而且甲咱各位民众吼来做个报告吼。为了这个咱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所以市长呢伊头壳动了真紧吼，要结合这母亲节相关的庆典活动吼，以迄个咱来按5月初到5月初10吼，有叫做指定花店花束啦吼，咱有迄个推广吼，用
火鹤花，嘿啊，交这咱台南生产的洋桔梗吼，也用个一束吼，啊，一束迄个本来的本钱是200块啦，吼，啊，但是咱迄个为着这个母亲节庆祝活动，所以咱只卖100块呢，哦，那很便宜耶。是，啊，所以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吼，那到母亲节的时候，迄个康乃馨，迄一蕊吼，拢迄个成长的迄个数，迄个倍数拢足悬的。是。吼，啊，咱甲伊转一个啊，上火鹤。是啊。其实也不一定爱上母亲节。是啊。咱有一个心意，我想做妈妈人拢做欢喜。是啊，啊火鹤吼，伊的色本来就这样讨喜嘛，吼红色的，啊，而且伊的发音火鹤，妈妈火鹤安尼吼，对，啊，另外愈来愈好。为了庆祝这母亲，配合这母亲节活动哦，嘛交几个有超市的农会哦做合作，啊去农会买200块的这个农产品哦，啊个当送一支火鹤安尼吼。啊，另外咱交观光局嘛有合作吼，因观光局的网络内底呢有50间的养生餐厅，啊咱主要按今仔日营业去呢，去这养生餐厅消费吼，前100名拢有送一支火鹤花安尼吼。这是咱配合这母亲节吼推广的这个活动。啊，另外咱交教育局呢，嘛有迄个做一个合作吼，以这个顶半年吼，就是这上学期的部分哦，大概要办80场的这个花卉教育的教材的活动。我有请到咱起来呢，我们台南市内比较有名的花艺老师呢，透过视讯来办这个花艺教材，免教人插花，插花这个花吼。变去做整理，大概办80场，一场30个人，大概2400学生吼会当受益。啊，另外后半年第2学期嘛会继续来办哦。啊，就是尽量各局处拢有啦。是，这是从教育着手，让一些小朋友认识我们的花卉，爱嘛跟爸爸妈妈出去来插花，插花了吼，也可以美化环境之外，我们每天看花心情也可以比较愉快安尼吼。啊，个另外呢，咱嘛有交民政局合作的，就是讲吼，咱来庙拜拜吼，用鲜花来祈福的活动吼，咱以这个妈祖生吼，旧历3月23吼，咱市长亲身带领去到这个咱台南市这的妈祖庙吼，来做拜拜，来办一个记者会，以后呢，咱今年度呢，咱台南市这庙吼，大概会找11间庙吼，陆续办这个。以花祈福的这个活动，来带动咱这个花卉的这个市场。另外呢，嘛有迄个咱后礼拜迄个5月12，就是咱这个护理师节，护士节吼。所以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咱的台南吼，这防疫工作做了真好吼。咱的迄个确诊人数非常的低吼，16都是上尾啊，而且嘛维持于这个10几个安尼左右尔吼。所以迄个市长吼亲自买到这个火鹤花吼，要互咱上咱的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吼，嘛当这阵嘛因真正上辛苦。是，嘛当照顾这花农吼，帮忙这花农促销这火鹤花吼。另外嘛有迄个透过吼咱迄个邮政电商平台吼，因为咱安尼办这活动吼，当咱起来当去买到这花，所以话邮政电商平台呢，咱有交伊去做洽商合作吼，我们外县市的民众呢，都可以透过这个网购呢，来买到咱台南这个上水上好的这个火鹤花，这嘛是一个推动的方式吼。另外咱嘛考虑到讲这个新冠肺炎呢，应该疫情离这个控制了后，咱未来这火鹤花会去继续销到外国，所以咱即摆嘛搁咧推广一个叫做老猪更新的计划，就是讲吼咱迄个因为这个火鹤花吼，伊一丛大概拢爱种2年吼，开始来满伊采它第一株的花，所以爱差不多2档左右。因为伊这伊心脏吼，愈生心脏它的生殖力会比较好，伊生的会更加水，冻更加久。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做产业结构的调整，把这个老厂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做一个更新。大概阮嘛有甲农会争取补助吼，比如讲咱1公顷的这个火鹤花吼，大概爱迄个火鹤花吼，1公顷大概是8万丛，所以咱补助到10公顷，一丛差不多
补助20块，补助1600几万，咱个农委会来争取来补助咱这农民，未来这产业结构这个花这疫情过了，我们更有竞争力。所以讲咱讲有当时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啦，有当时咱这段时间虽然有当时受到影响但是咱会当利用这个时间多进修啦进修咱把咱的内涵把咱的迄个经济算讲咱的竞争力给培养起来。当然有一天还有为了时间让我们去发挥的时候咱讲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咱起码给准备好，到时呢要发挥的时候，咱就会当把迄个力量发挥出来是。那么我在想经过咱市政府你来看各局处拢在斗相共来推广咱的这个火鹤我在想咱火鹤花的这个农民对他们来讲一定很窝心。是非常的，因咱市长呢嘛，伫这个3月初就是亲自到咱这个火鹤花的这个农场去来做慰问，嘛有迄个看因安怎去煎这个火鹤花，安怎去做清洗。安怎去包装，然后安怎冷藏，要安怎去做检疫，然后要输送到国外整个流程阮市长嘛有迄个亲身去当做一日农夫对这个火鹤花农伊的鼓励真大，因当然嘛真甘心，很振奋是。然后因为这段时间因伫咧烦恼讲活大海迄个外国销袂出去去国内较敢若1/3的迄个算讲因边有时3/4的量嘛但是你剩3/2看。要安怎那么咱市长安尼拍拼逐工就看市长咧卖物件，是。逐工即摆市长变成迄个花农啦果菜农啦、蔬菜农，伊逐工就咧卖物件所以呢，对于着咱这个农民来讲伊也是做认真的照顾。是，咱市长对咱台南市的农业非常的重视所以伊的行程大概阮农业局占要1/2以上拢是咧帮农民推广一寡农产品包括咱的芒果，芒果正是咧套袋时间，开始咧套袋差不多要采收的前40日就做套袋，套袋了伊就开始40日后就咱来采收，即摆阮嘛是开始，市长嘛是交代阮这芒果咱是50%几56%拢销这个日本大陆所以未来阮嘛是开始应要安怎去销售咱市长是对阮农业，咱台南市农业非常的重视嘛亲自这推销咱台南市农产品。市长伊是双硕士伊是工位硕士但是伊读大学的时候伊是台大的农推，所以对于这农这方面其实他也不陌生他也是有伊的专长有一套伊推销的方式而且伊这工位都用即届这个防疫所以咱台南市的防疫嘛做得特别好。所以讲咱即届防疫的这个伫《远见》杂志评鉴第2名啦会当讲发挥咱市长的这个专长啦工位的专长搁有咱台大伊迄个农推的这个专长拢集在他一身嘛有咱局长的这个协助，因为咱局长嘛是伫农业这方面做专家啦咱个配合咱农民大概全台南市全民大家一起来互咱即个会当摕到遮尔好的成绩我知影讲当然啦，咱市长搁有咱局长，大家拢足辛苦啦，因为这段时间差不多有几半冬的时间大家拢无眠无日伫遮咧为着这疫情来咧奋斗即摆疫情互咱较舒缓的，就是讲互咱较心情较欢喜的，就是讲好像渐渐的有趋缓因为已经连续有真久的这个时间没有确诊病例啦至少咱本土这方面好像已经几乎是0啦那有是境外那个有时候也比较没有办法去防止，但是至少伫迄个咱到机场的时候，咱就已经该动起来无可能搁入来到咱的这个国土内底来传染互咱的这个民众那么我知影讲。当然咱照顾农民，咱是不遗余力啦但是伫这方面可能咱的农民可能嘛是会拄到一寡困难咱农业局安怎甲因斗相共？这个咱这届有配合着农委会提出这个农业纾困方案但是咱的这个纾困方案包括是所有的农渔民、渔牧渔民嘛包括有农粮类有这个鱼类有畜牧类嘛有休闲农场的部分所以非常的宽非常的宽非常的宽呢包括农民因要
伊申请的项目吼，嘛无一定知影。所以阮就伫即个2月份吼，就开始就有开一个对这个各个产业别吼，农林渔牧吼，召开说明会，来讲要哪去来申请补助项目，甚至呢，嘛印成 DM 哦，这个宣导单吼，叫不同的这些农民吼，而且呢，嘛有阮设一个防疫纾困方案的这个专线0800的专线，只要打那个专线，我们就有专人为他们去解答、去服务，而且嘛各农协会呢，都有一些专人呢，可以为这些农民去做解答。另外，咱主持人嘛讲到这个兰花的部分啦，因为兰花因为今年都要拄到这个这个疫情，所以咱国际兰花节就停办。停办呢，其实咱兰花离这个后壁有一个叫做兰花园区。对，科技园区。兰花园区呢，伊大概是有10几档的历史啊，10几档前大概是拢。甲大堂租地，去到第6期真有83个农民，83个农民进驻进驻呢，大概以生产型为主啦，生产型为主，所以即届以90%的这个蝴蝶兰呢嘛是拢外销，所以咱嘛会透过一寡政策补助因会当去外销的即个伊的运费伊的生产成本包括伊的工资啦伊迄个抢员工的工资拢有甲补助，而且呢，伊这个土地租金去管理费呢，我嘛有甲农委会争取着补助互咱这农民会当来得到一些纾困啦，当暂时而且伊嘛有甲做劳资更新的这个计划即目前搁咧提上农委会当中另外伫这兰花园区伊早已经16档啦，早期咧规划是讲叫做迄个生产型的兰花园区，就是讲有一块地啦，划一块地做农民去兰花园去生产安尼所以迄阵无想着讲。兰花边加值所以阮伫因这个兰花园区对面佫要租一块地迄个起一个兰花的加值中心兰花加值的研发中心，要甲兰花呢研究伊的一寡附加价值的各个产品，原来是要搁互伊较好。对，伊本来生产尔，咱会当甲伊的产品搁甲升值化，要变成兰花的香水兰花的化妆品是。搁里遐搁要设计一个迄个兰花的会馆，里遐当展览会馆，随时可以展览。在生产的场内底呢，要互伊自动化，要互伊这个智慧化来节省人工。所以阮有提一个叫做大南方计划，最近要甲行政院争取到16亿左右迄个计划也当迄个争取到呢，当得到咱行政院的帮助呢。我想咱兰花的这个。产业呢，它可以更上一层楼，更会有竞争力。是，迄个他拄我看到咱现场，花真的是花团锦簇啦较敢若火鹤一般咱的观念内底，咱看到伫市面上看到，好像拢是这种红色较侪啦是。我唔知影，他拄咱的工作人员摕入来了，我刚才讲，也有白色好像也看过，各有绿色，对，各有绿色，那个比较少，各有紫色。很漂亮然后对，像这个我就没看过是这个紫色，而且它的叶瓣好像很长，是不太一样，品种好像很多。是，迄个咱的花农非常的迄个用心啦，嘛按国外引进真侪品种，咱台湾嘛有本土的品种还有这个火鹤的品种有100几种，所以因会当安尼迄个互相的这个应用会当用一寡。对于咱台湾会气候较适应的品种，抗病力较强的品种，是伊花色较水的品种来做生产所以也是加强他们的竞争力。咱迄个六家，你咱局长讲了六家啦关店，这个所在种这个火鹤，因这差不多种偌久的时间迄落因来种10几档的时间10几档。迄个我知影像这火鹤虽然我足少买火鹤但是好像火鹤伊的花期很长。是，伊的花期咱一般有保存液伊只要保存液迄个就放在常温的环境，莫用伤热伊当冻
至到2礼拜哦，拢无问题。那很长。是是是。啊，你也像讲白白买一堆迄个康乃馨啦吼，像即马母亲节到啊，咱以前传统就是买康乃馨送妈妈嘛。是是。伊的花期敢若无遮长。对，伊的花期无遐长，而且伊10%吼，总是外国进口。咱应该爱用国货。对。啊，所以我佫有一点，我感觉吼，你若送互妈妈，你送互火鹤吼，第一点较拄啊，局长有讲嘛吼，咱市长有甲伊号一个品名叫做火鹤。哦，妈妈嘛足欢喜，啊，过来吼。咱妈妈拢足欠的，吼，你送花互伊吼，伊感觉讲足大心的，但是吼，你送遐贵的花吼，妈妈会感觉讲啊，毋免开遐侪钱，吼，啊，送火鹤吼，算讲伊的迄个售价，因为这是咱本土的嘛，吼，本土的应该售价就会比进口的较俗嘛，吼，啊，所以吼对妈妈来讲吼，你送伊的吼，不只是心意，而且吼妈妈会感觉讲，哦，你免开遐侪钱，因为你开遐侪钱，妈妈。嘛心内嘛会疼啦吼，啊，所以吼，咱当然啦，除了讲吼，这个母亲节以外，较多啊，咱迄个局长有讲啊，像护士节，然后甚至后摆有什么情人节啊，吼，情人节大家拢爱上花嘛，吼，哎，上火鹤也很好啊，哈，它红色的也很多人都很喜欢嘛，而且颜色也蛮多种可以选择。对，或者是较多啊，看着咱摄影棚内底，哇，竟然白色、绿色，我们虽然很少见呐哈，但是我稍微见过，哦，像这种真的是。从来没见过紫色哈，然后颜色这么多变啊，还有绿色。我本来还说想讲这敢是一个叶子，有一种叶子好像会变成花瓣啊那样。我本来是以为是这个样子。你看伊火鹤啊，交这个兰花吼，做一个结合，哎，这盆嘛是非常的水啊。或者是伊独立吼，安尼插一个小盆栽吼，嘛是非常的迄个显眼啊嘛，对这个环境呢啊。让改变也对，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插一盆花哈，就是让整个环境哈都会有生气起来哈。那么今天真感谢哈，咱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哈，咱这个有关花卉这个花农因的纾困的一寡哈这个方案呐哈。那么最后咱局长刚刚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咱母亲节要到啊吼，所以嘛呼吁咱的民众呢来多多使用咱国产咱台南所生产的。你市面上看到有3支火鹤花，各一支就是咱台南市生产的，多多来使用咱台南的火鹤花，互咱这个生产火鹤花这个农民呢，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嘛互大家这个节庆呢过了更较好安尼。如果若是讲吼，即马拢习惯啦吼，拢已经大家吼，这个网络销售拢做习惯了嘛吼，购买咱若是讲伫网络要买话，伊要安怎买？是，咱嘛咱透过邮政电商平台吼来做网络的邮购吼，而且咱嘛叫这个电商平台呢嘛有讲好啊吼，伊的收费会非常的优惠吼，互咱的农民吼直接受益。所以咱若伫用邮购的方式哈，咱家伫家的咱的花夹去互伊。是，伊这个包装非常的水哦。你也用邮购有一个壳啊吼，当时是销日本的这个或销澳洲的规格吼，同款的规格吼，非常的水。有当时你要放一个惊喜啊哈，你就把它寄过去哈，他收到了，看到花就很漂亮，很高兴。很高兴。是。那么咱今天讲感谢哈，咱农业局局长哦，咱谢耀清谢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这个农民的这个纾困方案哦，报告较详细。感谢咱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朋友。